啊，乡亲啊，过来讲咱的皮包啊吼，爱搁求水咯。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影响到能源的计价，饲料嘛来起价，所以最近这个鸡肉、猪肉拢来起价。讲顶个月国内毛猪的拍卖价比去年同期起大约2成。啊，今仔日开始，台北南机场夜市啊，即间山内鸡肉。讲包括因的鸡肉饭，包括因的蒜泥白肉饭等等，拢要起10块。另外，台北有一间真出名的米奇厨房，嘛要来第一届起价，一份的排骨是起5块。工作人员无用出一集，准备开店做生意。台北南机场夜市内底，就名的山内鸡肉，受到鸡肉、猪肉介绍起价。今日开始，包括山内鸡肉饭、蒜蓉白肉饭、味品项，为本来100起到110。这样子我就不会，就一张啦，一张，这样一张哦，对，可以接受。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啊，10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个小钱，可是对于一些商家来讲的话，他们是非常需要稍微涨一点是可以的。金兴肉为去年底达斤780到今年4月起到890，鸡腿肉网位890起到120到130。啊，若国内猪仔批发介绍，一名连价达到99.03块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和去年同期比起超2成。台北市有名的米奇厨房做10多年，嘛头一摆起价。其实猪肉早就涨价了，我说10几年前是80几90，像4月1号120，那4月15号、13号给我调到125，那昨天我又去送货，又送来是130块。5月初开始，米奇厨房金顶排骨是10片起5块，金顶肉排是10包起10块。啊，那日本汤面店米欧心5月初开始，味品项是条关10块到20块。啊，那连锁昌平正鸡王、家己民生南路店嘛配合总店来起价，包括昌平规家餐289起到309块，正鸡肉条含正鸡肉块是各起5块。万项物件拢起价，啊，民众趁钱是趁甲喘片片，稀罕日子实在是有够歹过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